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在家会主要来看约伯记的第3章1到26节。约伯终于打破缄默，开口来咒诅他自己的生日。我们看经文的摘要，这一章圣经是约伯的哀歌，帮助我们体会一个受苦的人他的内心世界。第一，我们看到受苦人他会咒诅他自己的生日，还有他成长的过程。1到11节，我们看到他用10个月来咒诅自己的生日，埋怨为什么让我出生，然后继续的成长呢？第二，受苦的人会渴望死亡。12到23节，我们看到约伯把死亡幻想得令人羡慕。第三，苦难让受苦的人如同25、26节约伯所说的充满恐惧和不安。苦难的确会让人觉得生命好像不值得留恋，反而成了难以忍受的重担。我们看经文的应用里面我们来思考，约伯他用一连串的为何来表达他不想生存在世上的愿望，他那无奈的呼喊，说出他痛不欲生的苦境，他只是想死了算了。在极度的痛苦当中，他把死亡幻想得十分可爱，认为死亡是受苦者最佳的解脱因为死亡将世人置于平等的地位，没有贫富贵贱尊卑之分了，并且死亡带给人终极的安息，再没有今世的烦恼还有压迫。所以约伯他表达出他完全失去求生的意志。从约伯所说的话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深陷痛苦的时候，往往他会说出一些负面的话。面对这样的情况陪伴者，你不要想急着说要帮助他解决问题，帮助这一些的人，你可以说你心里是不是想这样呢？来反复澄清他内心所想的真实的状况，进而来提供受苦者实际的帮助。死亡让人安息，不再受到搅扰。一个人在受苦当中，可能他如同约伯所说的，他们求死不得，他们宁愿进入坟墓，不愿得财宝。他们要等到死了、埋葬了，才有真正的喜乐。死亡可能叫人脱离这些，那倒是真的。可是死亡却不一定叫你脱离这一切的辖制和痛苦。所谓的安息，只是在讲没有重担，并不是说我们就像睡眠一样没有意识。那约伯为了要逃避苦难来求死，他以为这样受苦的生活实在没有意义。却不知他这时候正是在荣耀神的最高途径上面。我们一起来默想，到底死亡对在痛苦煎熬之下的约伯有何意义呢？那我对死亡有什么看法？我若处于约伯的环境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愿我们有美好的一天，愿上帝来赐福大家。